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一名現役警察涉嫌利用死亡名單威脅受害人，引起社會關注；有小學舉辦創業比賽，培養5年級生成為未來企業家；同埋哈里里德國際機場獲評為全美壓力最細嘅機場之一。感謝各位觀眾對本頻道嘅持續關注，請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啟小鈴鐺，並點讚分享俾更多朋友。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製作高品質報道嘅最大動力。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一名現役警察目前面臨多項指控，呢名警員涉嫌長期跟蹤多名受害人，並利用一份所謂嘅死亡名單進行威脅。呢一單案件引發公眾對執法機構誠信同埋監管機制嘅深度質疑。法律專家指出，呢一類行為唔單止涉及刑事恐嚇同跟蹤罪名，更加嚴重損害警察同社區之間嘅信任關係。喺公共安全方面，拉斯維加斯近期發生多宗因瑣事引發嘅致命暴力事件。喺一場家庭聚會當中，雙方僅為咗$5嘅入場費用產生爭執，最終演變成一宗致命槍擊案。此外，一名拉斯維加斯男子因為涉及一宗同非法毒品交易有關嘅槍擊事件，目前正面臨謀殺指控。交通安全同埋司法裁決方面，一名涉嫌喺受損駕駛狀態下導致電單車司機死亡嘅拉斯維加斯男子，佢嘅保釋金被法官定為$50萬，顯示出內華達州司法系統對呢一類犯罪嘅嚴厲立場。同時，另一名司機喺駕駛被盜車輛逃走期間，因為試圖衝綠燈而引發一宗死亡碰撞事故，目前已經被控謀殺。而喺內華達州嘅公路上，一架特斯拉汽車喺司機涉嫌受損駕駛嘅情況下發生墜毀，再次引發對自動輔助駕駛系統安全性嘅討論。喺亨德森區域，當地警察部門正捲入一宗法律訴訟，原告聲稱警方喺一次長達2日嘅圍治行動當中，對一處民宅造成破壞。與此同時，一名亨德森警察喺執行任務期間發生一宗嚴重嘅碰撞事故，受傷住院，目前正在接受治療。教育同社區發展方面，北拉斯維加斯嘅費克倫小學5年級學生喺參與南內華達州青年成就組織嘅大魚共游創業項目當中表現出色，獲得第1名嘅家龜錦帳篷項目，設計出一款一件式自動搭建帳篷。該團隊獲得咗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提供嘅$1萬獎學金。其他獲獎創意仲包括針對頭髮護理嘅天堂梳理器，以及為幼兒設計嘅吸吮與咀嚼餵養工具。喺環境管理領域，土地管理局喺內華達州境內嘅野雷捕獲行動進展順利，但係針對野馬嘅誘捕效率上仍然面臨挑戰。為咗提升公眾對生態保護嘅意識，克拉克縣宣布將會喺4月24號至27號舉行生物閃電戰活動，邀請居民共同記錄本地生物多樣性。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聯邦貿易委員會近期對 Forever Living 公司發布禁令，處罰佢發布具有欺騙性質嘅收入聲明。此外，喺內華達州家庭法院嘅選舉事務當中，一項針對候選人資格嘅法律挑戰已經被法院裁定駁回。城市生活品質方面，哈利里德國際機場喺最新嘅全美評估當中被列為壓力最小嘅機場之一。而位於北拉斯維加斯嘅西風汽車影院將會喺4月23號星期四夜晚6點起舉辦免費電影之夜，屆時將會放映《瘋狂動物城2》以及《音速小子3》等熱門影片。
最後關注公共衛生同校園安全，衛生部門報告顯示，鄰近嘅猶他州麻疹疫情近期有所緩解。然而，拉斯維加斯一所中學發生多名學生因為食用懷疑含有大麻成分嘅糖果而感到不適嘅事件，校方同警方正對產品來源展開調查。同時，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警方正喺度處理一宗校園性侵舉報案件，並承諾加強校園巡邏。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感謝你嘅收睇。如果唔想錯過任何同你生活息息相關嘅消息，記得訂閱我哋。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動力。請唔好忘記按讚、訂閱並且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感謝你嘅收睇，多謝大家支持。